為咗令細喇叭都可以發揮出強勁嘅低音，瑞士 Bonnike Audio 喺最新嘅坐地喇叭 W8 引進咗迷宮管道設計，音箱就由實木製造，挖空打磨做迷宮管道狀。當聲音經過嗰啲9曲13彎嘅管道嗰陣呢，就會因為共鳴而強化咗低頻嘅表現噶啦。雖然喇叭嘅體積只有26×11.4×77.6cm， 但係低頻嘅震撼感呢就可以媲美巨型喇叭啦。另外啦，前掌板上面亦都設有一個3寸高音同埋4寸中音單元，後者更加設有蘋果木製嘅雙尾椎，令到聲音可以擴散得更平均啦。而佢就連音箱嘅背面都設有單元，可以向背面嘅長發聲再透過反射傳到用家嘅耳仔裏面，從而豐富咗包圍感啊！而且6.5寸嘅低音單元亦都設喺音箱側面，加上音箱稍稍向後傾，唔單止可以減少駐波，仲可以令到聲音擴散得更全面啊！同時亦都採用懸掛腳架設計，音箱嘅底部就設有2個接觸點，前面就係1粒打磨圓滑嘅金屬珠承托，而音箱後面呢就架喺懸浮腳架上面，佢嘅結構原理就好似汽車嘅懸掛系統咁樣，有效咁樣吸收多餘嘅震動噶。同場亦都推出咗書架版嘅 W5， 同樣採用迷宮管道設計，但係體積就縮細到得翻23.1×10.4×29.3cm， 放喺書架同睡房聽歌就一流啦。